廣東人送俾自己仔女嘅嫁妝，黃金好定係玉好？佢背後有咩寓意？今日一條視頻同大家講清楚，記唔住嘅先點讚收藏。首先，點解要送嫁妝呢？好實在一點，就係經濟嘅保障同埋你嘅仔女喺婆家嘅底氣。首先，黃金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硬通貨，有咗黃金，遇到咩困難喺婆家裏邊都可以即時變現。好多父母特別係自己嘅女嫁出去，俾佢買多啲金器，就好似咧俾多啲私房錢去傍身咁樣。而家越來越多人咧，自己仔女結婚嘅時候會同時都會送埋玉器，因為玉鐲咧買得佢中意，佢日日戴起身就好似一種無聲嘅陪伴。尤其係翡翠，佢好多時咧都作為屋企嘅全家之寶。無論黃金又好，翡翠又好，佢都係代表我哋老人家咧，代表自己父母對仔女嘅一種祝福同埋期望。廣東地區嘅婚嫁咧，素來都側重禮重情義重，尤其係珠三角一帶，送幾多嫁妝俾自己仔女咧，係佢哋家族實力同埋社會地位一種無聲表達。黃金顯豪氣，玉器低調傳承，顯示家族嘅底蘊。到底黃金好定係玉器好？預算有限嘅情況下，建議你先揀黃金啦。畢竟佢嘅流通性高，而且結婚嘅當日要金光閃閃，彰顯體面嘅。如果你注重文化厚度嘅話咧，建議選翡翠啦。君子如玉，一塊好嘅翡翠就好似承載住你屋企嘅家風一樣。廣東人咧係好信玉可以養人嘅。如果自己嘅女出嫁嘅時候咧，都希望佢溫潤如玉，可以堅韌咁面對無論家庭同埋生活中嘅各種困難。都希望自己嘅女咧平平安安，血氣調和。廣東嘅父母不善言辭，佢哋將半生嘅愛咧獻俾自己嘅仔女，係刻喺金裏邊同埋玉裏邊。唔單止係嫁妝，更重要嘅係托起你人生嘅掌心。關於嫁妝嘅理解，你同錢錢係咪一樣？不妨喺評論區多啲同我交流一下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坑。